今次我哋去日本橫跨幾個大城市咁玩咗2個半禮拜。喺我哋分享每日嘅行程之前，先嚟一個整合。今集分享嘅係夜風篇。呢次行程係由11月中到12月初，係日本嘅紅葉季節。平時啲寺啊、城啊5點鐘左右就已經閂門，但係喺特定嘅季節會有燈飾匯演，現場開放時間當然特別長，就要另外買飛再入去啦。今日嚟分享我哋去咗位於岡山城嘅後樂園同岡山城，同埋位於京都嘅2大景點二條城同清水寺。中意嘅朋友記得 comment like and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都可以分享下你哋睇夜風嘅資訊啦。首先分享嘅係岡山城，佢係同後樂園一河之隔，中間有條橋嘅。岡山後樂園係日本最靚嘅3大庭園之一，屬於文化遺產，係1687年由當時嘅封建領主池田綱正下令建設，並於1700年完成為上流社會嘅休閒場所，由江戶時代至今一直維持原有嘅外觀。我哋當日選擇夜晚先入場，由岡山站附近嘅酒店一路直行，一條直路行過去，大概係30分鐘。岡山呢個城市似乎好少落雨，天氣好，散下步都唔錯。雖然我哋天黑先行過去，但係途中仲有唔少着住校服嘅學生同埋上班族喺度行，感覺成個城市好有活力啊！後樂園嘅夜風叫秋之幻想庭園，因為面積相當大，亦有啲小森林啊、小山可以行下，加上啲燈飾，俾人感覺好舒服。連住後樂園幾分鐘步程就係稱為烏城嘅岡山城。因為天守嘅外牆係黑色，江戶時代係岡山藩庭所在，係日本國家指定史跡。好快就入到嚟啦，我哋係啊，幾多錢最費啊？720 yen 啊，20 yen 咁就行後樂園同埋岡山城咯。OK，乜館嗰啲閂晒噶啦。就算睇夜風都係一樣價錢，即係如果你天黑前先去咧，食下嘢，再留到夜晚欣賞燈飾都係可以嘅。至於食物夜晚咧，就唔係間間有開啦。當日我哋去到，亦都見唔到有咩主食。都係得啲咖啡啊，同埋甜品可以買。詳情可以留意翻後樂園嘅官網。睇完岡山夜風，如果已經覺得好靚就啱啦，因為去到京都就會發現一山還有一山高啊。遊客熱門地方果然係唔同啲。我哋先去二條城秋天豐收季，同樣我哋安排行程係到夜晚先去嘅，而入場嘅門票係需要網上預約。去到先買飛就可能要排長龍啦，同埋亦都唔知道幾時會截龍啊。透過 KKday 買係分閒日星期1至4，同埋假日星期5至日及公眾假期2種門票。我哋係買咗後者，係星期5晚去嘅，一個人嘅入場費大概係3000 yen，係包咗二條城門口嘅普通門票同埋本縣地區嘅門票，即係乜都睇晒啦。二條城係根據江戶幕府1603年至1867年嘅始創人初代將軍德川家康嘅命令於1603年修建，建成400年嘅二之院御殿堂門。二之院庭園係日本建築同設計黃金時代嘅江戶時代初期保留落嚟嘅珍貴建築，詳情都係留意翻官網啦。佢嘅夜燈比岡山城靚10倍啊！基本上係圍住個城牆都有幻燈片俾你睇唔同嘅燈影效果。除咗基本嘅射燈喺地下度轉下轉下，仲有啲細燈射翻上啲樹度，會覺得啲樹係識發光嘅，有啲冰雪流動咁嘅感覺啊！加埋啲音響同埋氣味嘅效果，無論係視覺、聽覺定嗅覺都令人陶醉。只要天氣好唔落雨，成個過程都好享受。咁門口咧，佢咧就會送一個嘢飲嘅盒裝嘢飲啦，唔知咩嚟嘅。咁另外咧，入嚟 Palace 呢邊咧，就會有一嚿糕點嘅嘢啦，咁啊俾你嘅。啱啱，這是一嚿糕，即係我本身都冇乜興趣食嗰啲。我阿孫會派俾我係我食得噶嘛，而家唔係拎翻屋企先食嘅。你搞到我而家製造咗一件垃圾，好難食。唔係，太甜啊嘛。哦，唔中意咁甜嘅嘢。咁你咪唔中意我咯？當晚天氣其實有啲凍，我哋就叫咗碗關東煮啊！一碗關東煮都離唔開係高湯同埋配翻一啲配料啊，蘿蔔、竹輪同埋蒟蒻，成為500 yen 啊！但係你俾完錢打算拎個碗走嘅時候咧，神奇嘅事情就發生啦！啱啱入嚟呢度咧就有幾個小食嘅攤檔，但係真係好搞笑。我哋叫咗個關東煮，因為有啲凍啦，有啲熱湯可以暖下個胃。但係我哋睇一睇咧，而家呢度咧。呢位人稱門面嘅時候，我喺度會好啱㗎，機嘅，就會喺度發光㗎。原來咁關東煮係識發光㗎，
咁其實只係店員 set 咗部機喺上面，撳粒掣就會有嘅燈影效果。只有好簡單嘅動作就已經令人好興奮啊！氹得美夫個妻勁開心。呢500 yen 真係抵俾啊！行多個圈，除咗有小食，仲有啲手信店俾你買下嘢。我哋買咗個抹茶布丁同埋八橋餅返酒店食。但係佢一嚟就可能有2個食。哇！食到咩？個布丁係超得啊！就算唔落糖漿都已經非常好味。呢度有一個大範圍俾你坐欣賞牆上嘅影畫。日本就係每樣嘢都做多少少，但係就令你冇辦法唔服佢啊！就有啲投射影畫面嘅互動遊戲啊，其中一個係可以將你投射到埲牆度嘅，小朋友就一定中意啦。但係另一個你估唔到嘅就係連掉垃圾都有嘢玩啊！佢點啊？諗掂未啊？好，哇！你差唔多學業運啦，唔使讀書喎。垃圾分類喺日本係好基本嘅，但係當你掉完垃圾之後，個投影咧就會好似老虎機咁轉一轉，然後話俾你聽求到咩運程啊，例如戀愛運啊、學業運之類。喂，大佬，掉個垃圾啫，都咁好玩，係咪要買多幾次小食製造多啲垃圾呢？總括嚟講，二條城雖然係入場費比較貴，同埋裏面好壯觀，同埋俾到驚喜你，體驗係令人難忘嘅。第二日我哋就去咗清水寺，本身咧就冇打算入清水寺睇夜風嘅，因為明知人多。但臨時變更行程次序之後，命運令我哋可以睇到清水寺嘅秋之夜間特別拜觀啊！佢主要係分成4個點燈儀式，分別係清水寺紅葉、菩薩藍色慈光、清水舞台同埋3層寶塔。行咗2年版、3年版，其實都腳仔遠啦，嚟到清水寺門口咁啱就係5點幾，亦係佢哋預備開燈嘅時候。咁啱呢日就係最後一日嘅夜間開放睇夜燈，咁冇理由唔入去睇埋佢噶。入場費夜晚係每人500 yen，一啲都唔貴啊。不過佢亦冇乜人流管制，所以勁多人。清水寺於778年前後由賢真上人起造，山號為陰雨山，主要供奉千手觀音。佢係屬於棟梁結構式寺院，大殿前為懸空嘅舞台。由139條幾十公尺高嘅大圓木支撐，寺院建築係一粒釘都冇用到嘅。清水寺以身為古都京都嘅文化財產之一部分，列明至世界文化遺產。入到去果然人山人海啊！基本上靚嘅影相角度都已經俾人霸晒啦，咁唯有抱起美夫個妻，舉高佢先至可以影到一張冇人頭遮住嘅相啊！等咗半個鐘之後，菩薩嘅藍色慈光就出現啦，感覺上好似射向京都塔嘅方向。然後見冇乜特別就諗住沿路走人啦，係人多到根本行唔到啊！後來先知原來其實佢係有指示牌教你點樣行另一條路離開嘅，只要唔好逆人流咁行呢，就基本上唔會行到唞唔到氣啦。行落去再翻大殿，先知原來呢個角度影翻上去仲靚啊！淨係走人嘅時候都係咁影，好唔得閒啊！咁總括翻啦，呢3個夜風燈飾呢，岡山城係行得最舒服嘅，二條城就係最驚喜嘅，而清水寺就係最震撼啊！你哋又中意邊個多啲呢？留言話俾我哋聽啦〜